停在哪里？停在哪里？停在哪里？上个星期是我们第一次吵架，感觉很怪，那么相爱的我们，怎么会吵架呢？是谁先生气的？吵架之后到现在，我们还没说过一句话，感觉我们似乎不认识了。难道宇宙的尽头就是这样？是这样的吗？我们曾信誓旦旦，你说要爱我到永久，你的永久呢？你不想说话，可以听我唱歌。我要说的扣在歌词里，都在。都在歌词里。宇宙没有尽头，我们的爱有没有？若是有尽头，会停在哪里？停在哪里？停在哪里？上个星期是我们第一次吵架，